各位追求頂級生活質素嘅朋友，今日置業家同大家推介一間全棟複式嘅殿堂級筍盤，實用面積大約2100尺，做咗5房5廁，仲有大約1000尺入車花園。998萬呢個性價比真係冇得輸，聽我慢慢同你講呢個單位有幾抵買。入到屋裏面，客廳闊落到難以想像，豪華裝修設計真係即買即住，完全唔使煩裝修。日頭自然光透過大窗戶照入客廳，光線充足到極。旁邊擺咗大圓台同花紋餐椅，設計優雅又實用，夠晒一家大細食飯。跟住睇房間，呢一間屋有5間房，間隔都係超大空間。設計時尚又有個性，每間房搭配落地大玻璃窗，望出去就係屋苑嘅綠化樹木，景觀開揚又舒服。其中一間房仲連接露台，完全係放鬆嘅私人空間。其他房間空間靈活多變，可以改做客房或者書房都得，彈性超級大。跟住睇廚房，廚房係開放式設計，煮飯同收納空間好充足，仲配埋5個浴室，朝早唔使擔心同屋企人爭廁所嘅問題啦。呢一間屋有個超大天台，望出去係開揚嘅景觀。整返個露天茶座，週末同屋企人朋友一齊喺度飲茶吹水或者燒烤，真係超級寫意。最正嘅係地下仲有約1000尺入車花園，揸車返屋企直接停入花園，就唔使周圍揾位泊車。位置同交通，呢一間全棟複式單位係路邊屋苑，行幾步就到巴士同小巴站。無論係去西鐵站定係去市區都超方便。周邊仲有各式食肆、商場、餐廳，食飯落樓就搞掂。998萬買全棟複式單位，呢個價錢真係抵到爛，生活配套完善，豪華裝修，入車花園，超大天台，樣樣齊。心動嘅朋友千祈唔可以錯過，立即打個電話嚟置業家約睇樓啦，機會唔等人。如果想留意更多村屋新盤，記住 like 咗條片 ，share 俾你班 friend，再 subscribe 我哋置業家個 channel 啦。